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节古月、今月拢是月，落水了后，诗人雨月。报魂、教魂拢是魂，集合了后，降下甘霖。缘起缘灭拢是缘。缘尽了后，随人去飞。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39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所带来的节。顺利去，咱邀请韩老师为大家来讲解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也还有这首诗内底台语文的用字。咱这首诗有讲到诗人雨月。这个诗人雨月伫历史上足有名的，就是唐朝的诗人李白。这个李白，伊就是看到水中有一粒月亮因为是这个李白。这个诗人，伊爱啉酒嘛，伊若啉酒，伊就这个灵感就来足够写诗的。伊有一摆啉酒伫这个水边看到水内底的月亮，伊就去甲好月亮所以这句诗人好月是为李白遮来的。讲这个魂集合了后会安怎？落雨魂足济，集合了后就会落雨。咱写伫诗内底，落雨咱像无够水，所以我就甲伊写讲降下甘霖。这个雨对真侪人拢足重要的大家拢需要雨水。所以，若久无落雨的时，落雨，咱拢甲伊当作是足尔宝贝、足尔甘甜的这个甘霖。尤其是做事人，伊嘛足爱落雨。若久无落雨，一寡农作物拢无法度生活，拢无法度活落去，就安怎打去、燃去、死去。所以落雨对真侪人拢真重要。人讲，人的小肠会斗阵，会做伙，会相捌，拢是一个缘。缘到就会斗阵，会相捌。若缘尽了后要怎？随人去飞。这咧讲就是讲，即马有的少年的男女，也是毋管是少年、中年、老年拢同款。咱若缘到的时，大家有迄个缘，好好珍惜咱的缘。缘真的时，大家就爱放手，有好的开始，嘛有好的结束，都爱放手。个人行个人的路，将过去的一切，这尔水的回忆，保持着咱的记忆内底就好。大家好好放手，随人去行，个人
的路，会当两个人分开了后，会当行真好的路。啊，像我即个题目要甲合作节，我感觉即个人本质拢是足好的，所以咱将人的性是足善良，人的本质是足良的，迄方面来表现出来。这首我就甲伊合作节。古月、金月拢是月，落水了后，诗人雨月，薄云、厚云拢是云，集合了后，降下甘霖。缘起缘灭拢是缘，缘尽了后，随人去飞。诗人雨月，这个雨要哪写？就是手字边搁一个劳动的劳，劳工劳动这个劳。这雨就是讲对水底甲物件糊起来，甲伊鼓起来，安尼叫做雨。降下甘霖，这个甘霖是真宝贵。真珍惜诶，水诶迄方面诶物件。啊，咱落雨，久若无落雨，啊，若雄雄落雨，哇，大家拢足欢喜，足欢喜，甲伊当作甘霖。韩焕老师所写的这首诗《节》，会当讲是非常的特别。继续，咱来邀请清大台文系教授卢兴昌老师来甲大家分享伊对这首诗的感受。韩焕这首这个节你看伊的题目就是咧讲本质的意思。啊，若讲到本质，就是甲咱一般用话咧讲的现象是相对的，就是讲伫咱感官内面所看到的拢是一寡现象。诗人或者是宗教人士，或者是讲这个哲学家，因有法度透过这个现象去看到伊的本质。一般你若是讲写得无拄好的时阵拢会变做足概念化的说明。啊，这种概念化的说明，一般来讲会足大数的，较无迄种诗的一个感觉呢。爱这首诗就是讲有法度掌握着讲列出几项现象，啊，这个现象你随听你就知伊在讲啥，啊了后你就知影讲伊咧表面的这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更较深入的一个本质，需要咱去进一步去理解，或者是感悟，大概是这种的写法就对了啊，所以伊咧写的时阵用过的月娘的时阵讲，古早的月娘，古月、金月拢是月，看起来拢同款，但是落水了后的时阵，已经毋是迄个月啊。咱常来讲要按水内面去糊迄个月，你根本都糊无。啊，但是呢，伫迄个咱咧读文学的时阵，你会感觉讲，迄个动作本身实际上嘛是一个真水的一个画面。迄个画面到底有法度糊出啥物货，迄无重要。重要是迄个动作，互你感觉讲人甲世间的一寡现象。啊，过来就是缘起缘灭。拢是缘，不管你是起起落落出现无出现，到尾拢是空的。这就是啥？迄佛教内面咧讲的一切拢是缘起缘灭，到尾所有的人生的最后的一个究竟的一个真理是啥？就是空性。古月、金月拢是月。落水了后，诗人雨月，薄云、厚云拢是云，集合了后，降下甘霖。缘起缘灭，
拢是缘。缘尽了后，随人去飞。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第二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卢兴昌老师分享心情感受，洪昭文以及府城小花女的大姐婷意吟诗，专门给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